命運係好多人掛喺口邊嘅詞語，但係講嘅人往往似懂非懂。天理命數嘅奧妙，我固然唔識，姑且從思辨角度分析大眾成日講命運嘅議題。以下先從語言分析着手，之後借鑒於東方哲學，務求令有關議題得到初步安頓。對命運問題嘅語言分析，除非特別有意深思天理人事，常人絕少提及命運，多數自感命件時乖，先至嗟嘆自己命運點樣點樣。其中好多人問：世界上係咪真係有命運存在呢？命運可唔可以改變？正如香港哲學家陶國章所講，命運係咪真實存在，難以定論。但係一般人提出關於命運嘅問題，其實係出於命運感，就係面對令人抗拒嘅狀況，自感無力改變，於是認定或者懷疑呢個就係命運。如果係咁，命運喺呢啲人心目中就係我眼前所唔能夠改變嘅處境。首先呢個同一般理解嘅命運唔同。如果問冇命運感嘅人乜嘢係命運呢？佢哋多數脫離上述脈絡，理解為天意、冥冥中嘅主宰，比人類更高層次嘅運行原理等，而唔係特定境況。翻到去遇困厄嘅人，命運係咪存在呢個問題？答案就係存在，因為按提問者身處嘅脈絡所指嘅命運係處境，嗰個處境確實喺佢哋面前。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，未必觸及宇宙論、世界上係咪有主宰、高於人類而具意志嘅存在等形而上嘅問題。另一個常見問題係命運可唔可以改變呢？仍然需要留意上述脈絡。既然提問者所謂嘅命運係眼前令人無奈嘅處境，而佢哋先感到無力變易，先至有呢個問題。重組嗰個問題就係唔能夠改變嘅處境可唔可以改變？呢種命運按定義自然就係唔能夠改變。可以話提問者預設咗佢無從改變。將問題還原之後，原來發問者連自己談論嘅對象係乜都唔知。呢個又係一個明證，顯示思維混亂嘅人思考抽象問題、人生問題，容易走歪路。東方哲學嘅啟迪，另一條面對命運問題嘅進路就係由東方哲學獲取靈感。雖然未必完全解決提問者處於人生岔口嘅困頓，令佢哋滿意，但係或者有更開闊嘅視野面對相關問題。陶國章認為看待命運嘅兩個極端都唔恰當。宿命論認定所有事都由最高主宰預先安排，人無從改變，係迷信神明。人定勝天嘅諗法認定但憑人嘅努力同智巧就能夠扭轉一切，係迷信人力。佢主張講命限而少講命運，呢個係採用儒家知天命、盡人事聽天命嘅修養取向，就係認為喺人事上有值得奮鬥嘅地方，有得時有不得時，遇不得嘅時候就要理解人嘅限制，就叫做命限。另一處可參照嘅係佛教，佛教主張命同運係分開嘅，命唔可以改變，例如人出生嘅時地、種族，有冇遺傳病，某個年歲嘅時候世界有冇重大變故。運就可以改變，例如選擇同咩人交往，買或者賣乜嘢貨物，選擇乜嘢生活方式等等。佛教亦講因果、因緣，前事構成因，因導向果。因係事物嘅核心條件，例如栽種蘋果樹，蘋果嘅種子就係因；緣係事物嘅輔助條件，例如陽光、空氣、水、土壤。同時指出業力不可思議，即係一因一緣可能導向無數果，今日嘅緣可能構成明日嘅因。於是萬種因緣導向超乎人類想象嘅無限種果，我哋甚至無從分析某一果嚟自邊一個因緣，亦無法預測某一因緣會導向乜嘢結果。佛教指運可以改變，亦在於業力不可思議。人作嘅業有三樣：身業、語業、意業，分別代表行動、言語、意念。佛教尤其重視佢哋所產生嘅後果，亦即係指向人做乜嘢事、講乜嘢說話，甚至諗乜嘢，都必然引嚟效應。好一部分仲係人所難料，而個人嘅行為、說話、意念，人可以控制，個中唔同選擇或者會導向唔同結果，所以運係有望透過人嘅選擇而改變。試諗下，某啲行為塑造自己乜嘢品性呢？講某啲說話係舒緩情緒定係加強偏見？建立某種意念能夠妥善理解世事定係帶嚟成見？唔顯著嘅行為、言語、意念都可能帶嚟效應，逐步影響自己同埋周遭。
遇上好運或者衰運，值得回顧過往嘅修為。囉囉嗦嗦講到呢度，仍然未見直截了當解答經常聽見關於命運嘅問題，源於冇即時紓解捆綁，只係搬出一套分析同道理。有人埋怨道理唔可以解決問題，單從字面嚟講，呢句說話係正確嘅。道理的確解決唔到問題，解難始終係由人。道理係助人開通思想，用更開闊嘅視野看待問題，更精準嘅思維判斷好壞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成為 Patreon 付費會員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